1885年，台灣上早創立的中營中學，為慶祝140周年的校慶，在2號上午舉行聖火傳遞活動，對着創校的發源地，現在的萬中社區來引燃聖火，由着中營中學的聖火隊以着路跑的方式來接力，實行台南職業健診教育甲着醫療歷史的傳遞點。最後轉來到校園。由着校長甲着所有的貴賓列隊來歡迎，象徵一棒接一棒。今天是長榮中學140週年校慶運動會，我們舉行聖火傳遞活動。我們期待從舊大門跑到林森路的新大門，不僅僅是聖火火炬的傳遞，更是象徵我們要開創新局的一個開始。感謝所有參與的好朋友。在學校董事會甲着校長的帶領，包括家長會總會長、校友總會長以及校內的主管，做伙舉着聖火來洗校園。民意代表包括立委陳廷輝、甲着議員曾子傑，嘛攏到場來參與，希望聖火會用來傳承後一個140年。非常感謝我們今天可以來跑聖火因為我也是這個長榮中學校友的女兒因為我的爸爸也是長榮中學的校友，他可以說在長榮中學得到很多的一個教育的一個培育所以我相信今天這個傳承從舊校門跑到新的正門口，這也是一個文化的傳承，也是一個歷史的記憶。我們也要跟大家說，長榮中學這140週年是怎麼一路走到現在的。那我們希望說，我們要面對的是下一個140週年，希望可以開創一個不一樣的新局跟另外一個高峰。現場嘛有日本的姊妹校、聖岡中央高等學校、高學校來交流，最後全校的師生在大門口來唱校歌，為13號將要登場的運動會來注入強大的凝聚力。台南新聞林榮根採訪報道。